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吧嘞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丽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绘本内底的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予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，是来自新北市的嘉东阿姨王雅玲，甲伊的两个古水的查某囝青弟阿姐，还佫有碰气小妹，欢迎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袂完。大家好，我是嘉东阿姨。大家好，我是碰气小妹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弟阿姐。你敢若是用你的翁仔的声吼？毋是，做像翁仔的声呢。好啊，咱伫咧春天的时阵呢，吼，咱来看这张图。有一只牛，伊的角做成一只虫的，佮伊看起来足歹的，伊有目睭看。哦，咱伫咧迄春天伫倒位迄条歌，咱嘛是有听到讲，白灵诗讲伊要去找啥？去找水牛。去找水牛。我知影为虾米迄只白龙狮会徛伫个遐。伊会较只偏，对，是安怎哈？因为伊要斗食虫。哦，伊想要食虫，伊拄好伊会较只偏做侪虫的吼。就是伊个虫唔捌啦，伊边仔跳白个梯啊，哇，你看起来感觉安怎？足疼。足疼的吼，若是牛做大力，恁家会足疼的。对啊，啊伊阁有牵一条绳啊，是毋是？对。是啥物人咧扭啊？是做田人。哦，做是人我伫咧扭啊。就是，这边是迄种毛毛毛毛迄种到草，尾啊草。有像到尾啊草，啊，毋过伊这可能是无共款的草。我甲恁讲，这敢是海边。海边哦，啥物你感觉是海边？是种田的所在。水潮对无？吼，所以伊有饮水，是毋是？对。啊，拄好水牛嘛，做爱浸伫咧水内底，水结田。田。对，啊，因为这潮啊是爱饮水的。爱要食田咯。伊伫内底做啥？伊敢是要食伊田？是要到，就是犁田。对，伊到甲迄个做是人帮忙。好，安尼咱搁转来这张图，好无？拄则碰气小妹，你有讲到讲白灵狮伫咧水牛伊的脚趾片面顶是要做啥？是要歹势，我是要困去啊。是要食虫。是安怎？迄白灵狮伊甲迄水牛啊搭伫咧伊的脚趾片面顶，水牛袂生气咧。伊想要伊斗食虫。伊想要伊斗食虫哦。安尼，伊的脚趾片的虫，若无食掉会安怎？会做甜的。你讲上做上的？牛。牛会做上的哦，所以这白灵狮是伊的好朋友哦。啊，你阁有看到啥？但是我毋是要讲看到，我是讲要讲迄牛的迄种的尾拢会伫遐甲迄蚊仔嗅走。哦，真的呢。无就是好心。无就是好心，伊会安尼唰对无？唰迄蚊仔吼。对呢，哇，你会记。伊拢飞伫伊的尻川遐。系啊，有时是规定的，伊就爱一直唰对无？感觉啊，讲到这白灵狮啊，恁敢有看过这种白灵狮？因为这个白灵狮，伊的迄个头遐的毛，哪像是黄色的呢？我有看过。你伫倒看过？我伫一个公园看。大安森林公园，对吧？吼，
伊即阵仔春天，遮个白灵丝拢咧无用做啥？恁顶间做绣吼，因要安怎做绣啊？伊用一寡手机做绣，迄阵啊，迄嘛互阮迄伫遐迄种诶，迄手机做绣啊，还有一寡物件会使做绣啊，搁有黏土，会使迄家己变做滴都时家黏起来。哦，恁甲迄白灵丝做伙做绣，恁做恁的，白灵丝做因的，对无？对。迄白灵丝我会记咧，因敢若毋是捡涂骹的手机哦，因是捡啥物？因是捡迄种，我知是安怎，就是因迄个压一个就走。对，因是用压的，对无？因为我听讲迄种涂骹的已经安怎？已经捡糖酒去。哦，有可能捡糖酒去，搁有可能用打去啊，是毋是？有可能会闭去。所以抑搁伫咧树仔顶的迄种会较好，所以伊拢做巧的。有可能伊会甲迄种树仔用巧起，有人要去遐用树仔伊的，迄无法度用。安尼哦，是吼，这嘛有可能哦，迄区会变做较凸。吼，变做敢若秃头安尼哦，好，这大自然，互人感觉真趣味。安尼，咱就先到遮哦。你要甲大家讲再会吧？你困去啊？我哪有？你在这家困去咧？再会。台语好报寿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。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报寿。今仔日的广播剧有老水牛甲白灵丝精彩对话。过去嘛有一寡水牛甲白灵丝的囡仔歌，也佫有甲水牛相关的乐曲仔话，听起来真趣味。另外，中华有一个足高尚的地号名，其实是甲牛屎有关系。也佫有，你敢知影沉默这句华语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这部说入去，咱邀请家己的台语专家萧定春老师为咱来说分明。以早咱定看到水牛伫迄个窟窿底咧烂土、烂水，烂会起来，就规身躯拢土，拢土袂。中华有一条路叫做牛屎街，迄地名叫做牛屎街，像咱家己有土地公街，迄个街拄边有一间土地公庙啊，叫土地公街。所有的水牛，什么牛，若咧爬这个街，佮拖物啊，一定会放甲规个，拢叫做牛屎街。结果，咱只后来外来政府甲迄个所在。讲牛屎街真歹听，咱就甲改做玉石太监，一种古早足大的官，迄个皇帝玉，历史的史，牛史，史会当读史啊，史的白话音做史啊，其实姓拢爱讲史，毋过歹势叫史，无讲无好听像这叫做牛屎街，甲改牛史里，才变玉石里。讲到水牛盐鸡捡喙米，盐鸡大只鸡啊，伊嘛会捡足喙的迄个米。水牛老大屎，用这是比较啦当然，这个意思毋是咧讲安尼尔，这个意思是咧讲盐鸡捡喙米，就豆豆累积，慢慢累积，嘛会好业。你若趁少用济，有一天嘛会开了，有一个景致，可能咱捌定看到。较早捌看过家人骑水牛无？较早田人若水牛伫遐咧犁田，有可能是家人鸟就来休带水牛的脚趾片当然，这家人骑水牛，意思煞毋是变做家人骑伫水牛顶悬尔，就是下翁带老母，一个真下翁带一个真老母。讲做家人骑水牛，讲到白灵丝，
咱囡仔歌就过来啊。白灵诗我收足侪囡仔歌，我念一拍就好。白灵诗担本机，本机重，担地人，本机轻，担官真，本官真仆，讲样咩啊得着牛，牛某某好，讲样咩啊得着狗。这是囡仔人咧念好耍的。当然，囡仔人拢一定是用伊看到的来咧念的。水牛，咱水牛嘛有囡仔歌有一条囡仔歌讲我做大水牛，大只水牛讲话大大声，得人听听听，白灵诗拢毋惊，拍伫伊的脚趾拼。所以时代无共。是讲以前囡仔人的生活，拢甲大自然足接近，反映出来就是讲大自然的生活。即摆囡仔，真侪囡仔对因爸母来遮，囡仔就一路遐对头到尾拢买手机啊，佫较好食个声音嘛，袂震动所以到底什么人较幸福？老实讲，毋知影。真正咧甲我问讲，沉默 silent 沉默到底大家原话要安讲？你袂使甲翻做沉默啊！你爱讲无话无句，点点佫无啥讲，佫会误会，因为点点囡仔人点点，无句较单纯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趾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食白烟闪闪，无像山高红的hen，金石脚月亮出遐顶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